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3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39天。俄乌双方继续在库尔斯克大打出手啊。根据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俄罗斯国防部周日表示，过去一周夜，俄军部队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消灭乌军160名军人，摧毁2辆坦克。在库尔斯克方向战斗行动期间，俄军消灭乌军士兵超过43010人，摧毁坦克251辆，一共是43000人。139天，一天也就是消灭乌军200多人。我记得前不久咱们聊过，这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战报不靠谱，他一直就定格在每天消灭库尔斯克的乌军是250人。后来在我的提议下，他改成260现在是260。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这个俄军现在一天消灭乌军260，跟他现在发动的总攻不匹配。也就是俄军现在跟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发动了这个全面的反攻，但是消灭的乌军没有见多，没有见长，这个还是说明问题这按理来说，你现在已经在格拉西莫夫下令发起全面反攻，那打死打伤的乌军应该不止250人，他平常就是这么多人，那你合着这个大反攻就搞了个寂寞。所以还是这个俄罗斯国防部这个战报还是考虑不周一个谎言要用10个谎言去掩盖。怪不得这个媒体问普京什么时候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普京说他没有办法给出时间，确实没办法给出时间。根据这个著名的战地记者布图索夫的说法他说12月20号说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用海马斯袭击了俄罗斯海军陆战队位于雷尔斯克的总部。12月20号星期五，武装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武装部队第155海军陆战旅的总部，该旅是俄罗斯军队部署在雷尔斯克师范学院大楼内。这个布图索夫还分享了库尔斯克居民发布的视频，视频显示海马斯导弹访问了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总部时，现场发生了强烈的火灾。布图索夫报告说占领者藏身于雷尔斯克师范学院的校舍内。他强调，俄罗斯联邦步兵将学生驱逐出大楼，火箭弹击中的地方是一处军事设施。这俄罗斯人喜欢拿这个居民楼民用设施为他做掩护把阵地安放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前2年乌军对罗斯托夫这个奥廖尔的战备油库应该是布良斯克这个奥廖尔战备油库进行了打击，熊熊烈火燃烧了好几天，应该是在12月14号炸的。结果昨天早上乌军又第2次轰炸这个油库再补炸一遍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老黄俄斯特列可夫他现在在牢房里，虽然人在牢房里，但是他嘴没闲着说他仍然对俄乌战争发表评论。这个斯特列可夫他一直说他说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吸引这个俄罗斯的主力到库尔斯克。他说乌军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在乌克兰的南线，也就是赫尔松地区。当然这是斯特列可夫他的个人观点，毕竟他在顿涅茨克还是哪儿当过伪国防部长，当年这个侵吞克里米亚，这斯特列可夫似乎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老黄俄的观点实际上是有独特之处的咱们一直说乌军应该尽快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时候再用海马斯对吧陆军战术导弹封锁扎波罗热到梅利托波尔的这个大路桥，也就是铁路大动脉，这样克里米亚的俄军就会陷入孤立无援、弹尽粮绝的这种绝望之境。按照斯特克列夫的这个说法乌军有可能要趁这个俄军不备进攻赫尔松地区，把赫尔松的左岸地区全部拿下。如果赫尔松被乌军全部拿下，那克里米亚整个的就失去了屏障，变成一个孤岛，完全处在乌军的这个封锁之下。一旦俄军失去了克里米亚，那不管迪波老人怎么解释，怎么宣称取得了胜利，怎么糊弄俄罗斯人，恐怕都无法掩饰他的战败的这种事实因为你克里米亚半岛丢了。前几天乌军发布了那个宣传片，就是乌军士兵用手做出一个虚的不要伸张的这种镜头这么一个宣传片大家感觉到乌军恐怕是在憋什么大招最近有外媒也在传说乌克兰在大
大批的集结军队，可能准备发起大反攻。因为这个川普啊1月20号上任，一切都有可能。川普的态度现在难以琢磨。那么乌克兰啊要获得主动权，如果要进入谈判的话，他手上也有更多的筹码，所以他要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啊，一定要尽量的做一些大动作。虽然特朗普说了不要升级战争，但是俄乌双方都没闲着。我们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泽连斯基说啊，我非常感谢立陶宛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和全面援助，你们的帮助对我们取得公正持久和平的斗争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感谢立陶宛每年拨出 0.25% 的内生产总值来支持我们国家的国防和安全需求。立陶宛新政府上任后立即全权访问了乌克兰，这表明立陶宛对我们两国联盟的明确重视，我们乌克兰人对此深表感谢。这个立陶宛作为波罗的海三国啊之一，一个小国，他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25%， 这个钱用来专门援助乌克兰，这还是很厉害的啊。他们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成员国，都知道俄罗斯是什么货色，所以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根据乌克兰新闻的记者报道啊，说欧盟在维也纳举行的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例会上发表声明说啊，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并从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乌克兰全境撤出所有军事和其他人员。声明中说啊，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攻击。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3座运行中的核电站被迫大幅减少电力生产。欧盟同时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大大增加了发生核事故的风险，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放射性后果，包括在农田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影响全球粮食安全。也就是欧盟要求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根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准备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笔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目前援助方案还没有确定，但有美国自媒体大卫称，这次援助中可能包含了战斧导弹。这个新闻啊还是很有意思啊，如果美国真的要援助战斧导弹，那是这个战斧导弹还能打3000公里，这个又让地波老人难堪了。这个拜登在下台之前还是要做足这些动作，能给的尽量给。乌克兰国会宣布啊，明年1月1日起早晨7点钟彻底切断俄罗斯经过乌克兰向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目前啊，这个使用俄罗斯天然气的，也就是经过乌克兰的管道啊，只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么亲俄，那国家长期啊站在俄罗斯一边，每次对援助乌克兰都要出来捣乱，乌克兰忍无可忍，对吧？直接把这个俄罗斯和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这个脐带给它剪断。我以前也介绍过啊，这个俄罗斯给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输气的价格非常便宜，在俄罗斯国内老百姓用的基础上还打7折吧。他们把这个叫什么啊？一个专门的名词啊，大概意思就是友情价或者叫收买价。那匈牙利、斯洛伐克得了便宜，他就要替这个俄罗斯干活，占了这么大的便宜啊，他要这个便宜要永久占下去，你就得替俄罗斯在这个欧盟的内部捣乱。2022年2月22号，这个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一直在履行协议，一直容许俄罗斯通过这个管道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供气。但是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他只感谢俄罗斯，无视乌克兰被侵略这个事实，无视乌克兰的痛苦，跟这个侵略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乌克兰这一次不是掐断这个管道，而是到期不续签，也就是乌克兰他没有违约，人家是咬着牙把协议履行完了，现在到期人家不续签了。所以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做得太过分。哪怕你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略微保持一下中立，不要倒向俄罗斯这么明显，对吧？那乌克兰都有可能不会把事做得这么绝。毕竟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过乌克兰，乌克兰也是能收过路费的，但是乌克兰不要这个钱了，对吧？他要打击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供应，也要惩罚这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他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向泽连斯基发出信号，建议他开始考虑停火，并放弃所有被俄罗斯军队控制的领土。这个国家报援引特朗普的话说你可以说想要收复自己的领土，这很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几乎被毁，看看那些城市几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无损。所以当你说恢复国家，究竟恢复什么呢？他说这可能需要110年才能重建。这个特朗普
又劝泽连斯基啊，你把俄罗斯抢走的领土啊就让给他算了，那地方都已经炸成废墟了，你要花钱重建它，你110年你才能建得完，你要他干什么？不如给俄罗斯算了。当然这个特朗普啊什么时候说的？恐怕是几天前说的啊。特朗普现在态度啊非常暧昧，一会儿左一下，一会儿右一下，你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特朗普自己也承认24小时停火似乎挺困难的，但是他一直在努力。最终啊，特朗普到底是继续援助乌克兰跟俄罗斯对着干，还是说帮普京，这个都不好说。那乌克兰、欧盟、欧洲这些国家要做好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呢？就是特朗普不再援助，那你欧洲、你乌克兰怎么办？如何坚持下去？那迪波老人也一样，他要做底线思维，也就是特朗普继续援助乌克兰，甚至加大援助，那你迪波老人怎么办？俄罗斯怎么办？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啊，他说美国军事专家正在帮助引导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本土。他说这是俄罗斯首次公开证实美国军事专家在乌克兰参加对俄作战行动，而且是参与向俄罗斯本土发动导弹袭击。这个佩斯科夫说的啊，那相当于俄罗斯人承认美国是直接参战，就美国的军事人员在乌克兰指挥用美国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刚才也说了啊，拜登也可能在他卸任之前向乌克兰援助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普京有什么脾气呢？普京还指望着特朗普上台然后帮他一把，他把宝还压在这儿，那他就不能跟美国正式对着干，不能跟美国撕破脸。所以拜登这个时候加码援助乌克兰，也只能让特朗普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让普京不过普京似乎又硬气起来了。俄乌双方互相用导弹互相轰炸，对吧？这俄罗斯用这个匕首超音速导弹，还有什么其他的导弹，还有沙赫的无人机袭击基辅轰炸了这个乌克兰的情报局大楼。结果乌克兰马上还以颜色用无人机轰炸了喀山的这个叫精英大厦，这视频大家都看了，有点像911。那么针对乌克兰这样当仁不让的立马进行反击，这个迪波老人也很生气迪波老人在一次会议上就日前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遭乌克兰袭击表示，不管哪个国家，不管其如何试图对俄罗斯搞破坏，都将因此在自己国内遭到数倍于此的破坏。大家看视频И как бы ни старался у нас чего-то разрушить, он столкнется с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большими разрушениями у себя за это и пожалеет еще о том, что он пытается сделать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Но мы с вами, как это вот вы сейчас отметили, будем 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ед, будем не только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тот ущерб, который нам пытается кто-то наносить, но будем идти вперед еще большими темпами, вот как сейчас. Будем实际上这个你看普京咬牙切齿的说这些，确实有点像精神不太正常。这个普京在莫斯科举行那个4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我就感觉普京恐怕是精神有疾病精神不太正常，说话颠三倒四。是俄罗斯对吧？1周1次用这个各种导弹、巡航导弹、匕首导弹，还有这个沙赫的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轰炸。你已经把乌克兰炸成这么惨了，乌克兰炸他一下，他反过来说要装备损失，你现在还怎么让乌克兰装备损失对吧？只准俄罗斯炸乌克兰，不准乌克兰反击，你这叫什么逻辑呢？只能说明俄罗斯色厉内荏，普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恐吓迪波老人手中的这个赖以这个炫耀武器，就是超高音速什么导弹。你比如匕首，他已经被乌军用这个爱国者导弹拦截了18枚超音速导弹。大家知道吗？这个匕首是普京天天吹的，对吧？俄罗斯的一个成果，超高音速导弹。人家爱国者导弹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品，老掉牙了，可以说十分落后了，在美国的武器列里面不那么先进，就用这种落后的武器都把这个最先进的匕首超音速导弹给它拦截了18枚，让迪波老人面子往哪儿搁美国还有更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都还没拉到乌克兰的用对吧？这个让全世界看出普京所吹嘘的先进导弹成为世界的笑料笑柄，成为一个烧火棍。当记者问普京的时候，普京就破防了，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要不咱们试一试，把美西方的所有的防空武器堆在基辅，然后我向基辅发射一枚针术导弹，看谁厉害。说明他已经破防了，因为他寄予厚望的这些所谓的先进武器一个一个的被人摧毁，他自己有点挂不住了，再加上记者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破防了，说在基辅做实验，然后泽连斯基骂他是个人渣渣男。这个俄罗斯的结局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出来，虽然特朗普上台以后增加了一些变数，让这个过程似乎变得不那么叫眼看穿，但实际上结局已经注定。虽然
朝鲜啊出兵几百人援助俄罗斯，哪怕他再出兵多一点都不会有任何作用，除了消耗俄罗斯的粮食，增加俄罗斯的后勤保障，它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现在是现代化战争，靠的是无人机，靠的是精确制导炮弹，所以这些朝鲜士兵不仅不能帮普京啊，反而还加剧了俄罗斯的焦虑。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站在乌克兰一边，都在支持乌克兰，都在消耗俄罗斯。俄罗斯没有真正的朋友，对吧？印度啊跟俄罗斯那么多合作，说来说去就是薅俄罗斯的鹅毛，占便宜没够。但是俄罗斯能有什么办法呢？就连这样的朋友都不多了，都愿意来薅鹅毛的人都不多了，对吧？这个巴沙尔已经彻底的住到莫斯科了，连这个塞尔维亚的武西奇啊都跟俄罗斯翻脸，说他不欠俄罗斯，你不要天天道德绑架，天天逼这个武西奇。那个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现在天天就是防政变，每天睡不好吃不好，提心吊胆，就生怕他的下场像巴沙尔一样，对吧？几天之内他就完蛋了。俄罗斯是内忧外困，国内卢布疯狂贬值，通胀啊连普京都受不了。俄罗斯国内啊到底有多惨？我们看一个视频，这个UP主啊好像叫四海，我看他经常到俄罗斯去拍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呢。他说俄罗斯这个远东地区啊零下50度，再给他50年他也发展不起。实际上远东地区是非常不欢迎中国人，你没有人你发展什么？没有人又没有钱。大家可以看这个四海的视频啊。这俄罗斯远东地区，你再给他50年，他也发展不起来。表面上看俄罗斯跟咱们挺友好的，实际上他还是提防着咱。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冷的城市雅库茨克，它位于西伯利亚腹地。咱经常提起的远东大开发就指的这个地方。你们看它街上连个人都没有，一到冬天就是零下50多度。现在是他们太阳升得最高的时候了，每天也就是升4-5个小时。就这么一片鸟不拉屎的地方，大毛呀还宝贝的不行。说好的联合大开发，其实里面套路满满。像他们这边的林业资源是比较发达的，很多的兄弟们来这边打工呢，也是伐木工。刚开始你过来打工大卡也可以，3个月的签证呢，你也可以随便干。虽然说他有的时候也查你，但都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能过去就行。就这样，等你的资金和工人都到了之后，马上规定就给你改了。你现在再来俄罗斯打工，那必须得是个劳动大卡，1年1签的。你要不办这个大卡，根本就不好使，3天1小查，5天1大查。像之前他们有些在俄罗斯打工的兄弟们拿3个月的签证，你干满90天你就必须得回去了，你再也干不了了。等你还想干的时候，你去办那卡，你就会发现俄罗斯的办事效率本来就特别低，再加上他故意为难你，办个大卡光邀请函你就得发3个月，办下来整整4个多月，黄花菜都凉了。说句实话，这都是满满的套路呀。他是觉得你现在已经把厂子办了，钱也投资了，也来做生意了，想招点中国人，大卡办不下来，他就逼着你去招俄罗斯人。关键这俄罗斯人在工作方面四海是相当了解的，上8个小时的班就8个小时，下了班之后你给他再多钱，他多1秒钟都不带给你干的。比如周6日休息2天，那俄罗斯人尤其是伐木工，他就得给你醉48个小时，主打一个享受生活。在他休息的时候，即便是来了，也是醉成一滩烂泥，根本干不了活，跟工资啥的关系真不大，就是懒。你说俄罗斯现在的情况，满大街连个人都没有，经济也不好，别人还不跟他做生意，就咱们跟他合作，他还逼着你中国人退出俄罗斯市场，逼着你招本地的工人。你说有些东西吧，它真是一把双刃剑。是你把咱都逼走了，就确实得找俄罗斯本地人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本来人就少，没能力开发这么大块地方，你要有能力早自己开发了。咱的兄弟们来这儿之后，吃喝拉撒啥的，不跟你俄罗斯人做生意不赚我们的钱吗？你的蔬菜店、水果店、娱乐项目啥的，营业额不哐哐往上涨。但他不这么想，他现在是拿大卡为难你，然后呢，你还得多交税。从这儿你也能看出来，现在俄罗斯是真的穷，什么钱都要挣，主打一个挣快钱。我看别说是50年了，再多给他50年也发展不起来。穷真有穷的道理。你说你这么大的地方就1亿多人，你让中国人来远东北，人来了之后又给你带动经济，又给你带动消费，还顺便给你解决了人口问题，出生率啥的这一块都给你解决了。其实俄罗斯这个民族吧，本身就有强烈的危机感，因为它占据了全世界最大的国土面积，人口就1亿多。他非常怕外族来了把他们俄罗斯人给同化了，可能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吧，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全世界基本有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但我告诉你们兄弟们，只有俄罗斯没有，一点也不开放。
怨不得欧洲人合起来制裁他。有的时候吧，可能不见得也是一件错事。一个国家打成这样，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现在美西方啊，这 G7 国家正在琢磨要把那个石油啊限价到40美元，你这直接就是掐普京的脖子，那他只能翻白眼。40美元，那你开采成本恐怕都不够，那你越卖越亏。怪不得普京啊，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对吧？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为了跟乌军和谈，跟乌克兰和谈，可以妥协。你看这软话都说出来了，这就差啊给特朗普跪下。哎，普京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呐，对吧？先跪下，但是即便跪下也没用啊。俄罗斯想赢得这场战争，那已经绝无可能，可能性为零。这俄罗斯唯一的出路就是尽早和谈，把部队啊撤出乌克兰，准备赔钱，对吧？这个战越打，不要说死人多啊，对普京来说那都是耗材。这个战拖的时间越长，俄罗斯越衰弱。咱们以前就说了，这个战拖得越长，俄罗斯啊就更加稀碎，到时候肢解的就会更加彻底。所以咱们一直说啊，普京啊早投降早受益啊，现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